那我们哈，那是为了相当于以往哈，他们可能在不会哈，看到很多，那是要相当于在时间可以让他跳舞，是要表现很多的。啊，这是那个这个地方哈，为什么这个客户的过来哈？按照晚上这个人生哈，就是有画画的哈。哦。这些哈，刚才申请了哈，这个什么哈，那个什么光有这个哈，这个是放饭的。哦。这个川剧的啊，这个带生啊，这个搞什么？刚开始啊，这个干嘛去了？不懂哈。这个小的这个听的，就跟你说一点。这边呢，他们听的是这个听不错啊。应该啊，啥子啊？这个以前变了，但是我们的习俗啊，现在我们的习俗啊，这个我还是习俗啊，一般对待这个比较不快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听呢，一般不会这个像这个听，所以看这里这个那个要听这个更，他们包括什么样的人，而且呢。爱这个方式，大家爱搞些来搞些啊。那这个搞些呢，什么自己参出来啊，也不会哈，而且里边呢，他们看的哈，大家说的哈，还是讲这个程度啊，伊就是要讲就是比较大哦，是来报告出来哈。这个跟这个是有病哦，那么讲干不掉了。简单的话，这个简单的我题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呢，这个另外的人，他是这个前期，他在在场他前期，你看那个政府的老师们说，那个前期在场的上面不用打的，他们是打的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我刚刚讲的是，那小时候讲过平时有啥不这样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在家，你的公公或者是年轻讲话嘛？小公斤哦，会吃去的，袂讲说袂吃去啦吼，但是还有好吃的。但是讲是较早时阵哦，有啦，咱这个人有不讲不能有人迄个本身这是白骨啦，山里的啦。较早真正讲过吼，有诶嘛要食啦吼，傻傻咧食吼，实在无滋无味啊。敢若是咧饲鱼诶饲鱼，比材料，你饲个咱当做鱼诶去打饭啊。我唔讲看伊要食鱼啦，咱在说讲这个时阵来咱食迄个，要推销，因这吼，以前要推销啦。因若讲这讲大家吼。这个平时小大比较有名啊，那个推销那个那傻傻，但是真正有好规矩的哦。我这个呢，我们自己有呢，小平时门子，那个，跟小姐那个那个，这个跟这个这个跟那个是不是都搞了？是全部带谁的？
你是你做干话。啊，你讲哦，跟以前都大，全部介绍，你看大手哦，啊来投资你啦。啊，全部介绍啊，人家不敢来呢。啊，等讲咱讲迄个吼，真正无营养的吼，真其实啊，是咧讲是规大啲啦吼。啊，我就咧吼，啊，做迄个事啊，咱特别啦。啊，我开始不是这个钱啦，啊，因为我做的啦，我们自己都不太懂哦，啊，就是这个啦，看到，现在报啊，不是一个生意的哈，啊，咱爱看的，咱没有这个标准的，我觉得过几天哈，啊，我是讲要把那个今天来做的嘛，那这个是啦，哦，一个是都是那个是个心哈加大嘛，哦，咱那个不算哦，咱那是。来解决哈，你们都能变的啊。所以跟这个咱变人啊，小的都比较辛苦，大部分是这个，这是比较困难的。哦，困难的哈，小的真的这个沙皮哈，要不很大的嘛。哦，沙皮，包括我小的包很大的嘛，有些我讲懂得啦，那个大的个人包很大的。哦，但是那也是讲哦，咱变人哦，太困难哈。就在过程里头，咱跟着这个女人啊，不是时间这是你这经常的哈，带老公，一起这个加班啊，大家哈，这是带人的哈，这个年纪了哈，生意了哈，不是并不算了哈，那可能哈，他们这个哈，那我们不算了。那讲有没有说他们现在怎么样？那刚刚哦，大家讲哦，我买的怎么这么多？我跟你们这个那个人的话，哦，谢谢，那你手上下来的牛山很牛以完，谢谢。那你讲好，咱刚先补充介绍是咱新阳区公部的科技回收品，聪明菜场网，感谢。以及呢，新阳区公益慈善基金会当属长谢龙仔。那我咧，其实咧，有一个是咱后底下是咱的李元全，嘛是这次高雄市市长候选人竞选总部的总顾问，嘛是之前咱农田水利会的会长李元全，感谢伊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那接来咱要邀请的是咱在地议员吼，蔡永辉蔡议员，咱先是好向咱欢迎蔡，所有好朋友。